繼續來看高雄有一個男子，把病院的輪椅提去改裝，創迄個電動的車頭，然後衝入在大街路頂，速度真緊，民眾是看甲攏硬氣。警方講，輪椅若經過改裝，已經無符合醫療器材的規範，若徛在大街路頂，相關會當罰款3600塊。男子坐在輪椅頂懸，嚴格速度刷經過邊仔腳踏車。詳細看，這輪椅疑似有經過改裝，學到電動車頭。另外一個畫面翕到坐輪椅的男子，速度又要和邊仔車並緊。你頭前有加一個物件。哦，所以你有定看伊佇遐行的哦。我只徛遮，我攏看會到。代志都發生佇高雄的鳥情，伊坐輪椅頂懸也有印病院的名。是講病院的輪椅，太變作伊私人的交通工具，擱佇車路頂偏甲遮緊，其他民眾攏感覺真奇怪。這是愛心的東西，怎麼可以自己拿回去用？當然是，我剛剛問題是為什麼速度可以那麼快？為了方便民眾通使用，病院攏會甲輪椅放佇咧大樓的出入口，驚個人資料會漏失，未要求民眾愛登記，若有需要就會當直接提起，小白狗好預防濫用。警方表示，若輪椅真正有經過改裝，佮駛上路，就會當甲開單。認定為非屬汽車及動力機械之動力載具，涉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，可處行為人新台幣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罰款。只在未劃設人行道之道路不靠邊通行，可處新台幣500元罰款。病院發出聲明，輪椅若使用了，應該按照規定行轉來。針對民眾甲病院輪椅塞入院區，可能會產生其他風險，這病院並無允准。其實病院附近目前咧進行質問工程，男子違規將輪椅當作是奧特曼咧配車，若一個無注意，恐驚會害家己，也會害別人受傷。